坐喺度啦，腳係掂地嘅平放，然之後將大髀擘開，擘出去嗰下喺出邊停一停1秒，入嚟嘅時候要慢，唔好俾條帶咧彈你翻去，所以你要係控制嗰個動作，身係直，腰直，腹係收咗，下腹係收咗，然之後咧有少少挺胸嘅。呢個動作我哋會做30下，然之後咧我哋會做同一個動作，但係個身咧係微微向後傾，你就會感覺咧屁股另一個位置咧係會收縮得比較緊啲。我會側身坐，等你可以睇到我個位置，但係你就唔需要。咁下一個動作向後傾嘅時候咧，更加要注意條腰嗰個腹肌嗰個功能啦。係啦，將隻手咧向後放啦，然之後咧微微挺胸，條腰唔好拗，但係膊頭向下。我會側身坐，等你企得我清楚少少。個腳咧都係掂地，又係做30下啦。收腹，膊頭向下，手指任你點擺啦。手指可以向後啦，或者係手指向前。呢個好視乎你嗰個膊頭有幾緊。如果你中途做得唔舒服嘅時候咧，可以轉手嘅位置。你會見到我會係咁做，因為我想示範俾你睇咧，你唔需要停喺一個位置太耐。個腳咧由得佢向外咁咬出冇問題。又係啦，最主要注意嘅就係入嚟嗰一下咧，唔好俾條帶彈你埋嘅，你係控制嘅動作。記得要收腹，所以呢個其實練緊腹肌嘅度。你記得我話佢轉個手嘅位置，好視乎你個膊頭有幾緊，或者你啲手腕有幾緊。主要都係做30下，就嚟完成啦。3、2、